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面的食品香料，又搁发现2款姜黄粉有苏丹色素。其中一款姜黄粉的业者是桃园的健康乐活生医，应用同一批原料做另外一款姜黄粉，伫咧专联超市嘛有咧卖。目前已经通知业者，甲这3款姜黄粉拢回收。若这姜黄粉的进口商是伫咧高雄，因7月为印度进口，已经卖超过5000公斤啊。 台北市府卫生局对在月初进行市面上调味料抽验专案，又检出2款有苏丹红产品，包含这款由富山食品行所卖纯印度姜黄粉，也有普斯生机股份有限公司所卖验选印度姜黄粉。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随回收登记袂使卖。 分别检出苏丹色素1号及苏丹色素1号、4号阳性不符规定，已立即前往稽查，要求业者下架回收，不得贩售。民众如有购买，请立即停止食用。台北市府讲，产品原料源头是毋是甲制成公司有关系，也等待进一步了解。也若查违规的纯印度姜黄粉来源业者是位伫桃园的健康乐活生医，经过桃园市卫生局校长稽查，业者有共批原料制作诚多生机姜黄粉未到全联，已经要求伫17必须全数来回收。 原料进口商是高雄的德和贸易公司，高雄卫生局调查确认，姜黄粉是7月对印度进口，就已经卖出5714公斤。经追查，这些违规产品全部来自同批原料同一家进口商。桃园卫生局要求业者于11月17日24时完成下架。苏丹红化在动物实验，我们注意到说它会增加癌症的风险。另外有一些研究指出说，苏丹红也会增加一些过敏反应的风险。 苏丹红10万风波再发生，未少民众看到讲，恐惊已经伫唔知影之下食到相关的产品。药剂区医师指出，苏丹红是只用成染料照入去会有肝甲油脂代谢，会使加食一寡新鲜的青菜水果，加速身体代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